兄弟姊妹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1月初2，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7节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1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是什么？基督信仰强调信心，希伯来书嘛称作迄个信心的经文。伊描述历代信仰的前辈信心的历程甲见证，特别是将这个以色列的始祖，咱讲亚伯拉罕定位做信心的老爸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被称作信心的老爸呢？迄是因为伊完全的信靠呼召伊的上帝吼。而且全然来跟对上帝的脚步。希伯来书安尼形容亚伯拉罕吼，伊讲对信亚伯拉罕受召，得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，虽然毋知要去倒位，犹顾伊有顺坦出去。这个信心就是建立伫对上帝的信任，就算是讲毋知影要去倒位。将来会怎样？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7节，安尼记载，亚伯拉罕对受呼召迄个情景吼，上主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着离开本地本族，你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，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互你。互你的名受敬重，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亚伯兰照上主的吩咐就出去，路得嘛甲伊去。亚伯兰离开赫兰的时75岁。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甲伊的侄仔路得出去，佮带因伫赫兰所积聚的财物，得到的仆人女婢，要去迦南地。因来到伫迦南地，亚伯兰继续行，来到示剑的摩利上丘遐。迄时迦南人住伫迄个地，上主对亚伯兰显现。讲，我要将这个地赏赐互你的后代，就是伫遐为着伊显现的上主起一座祭坛。希伯来书真强调信心，因此从圣经中间对旧约开始，中间这个信仰的前辈一一来列出，做咱参考甲教导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12节一开始就说明着信心的意义。保罗就讲，信是对所望的代志的证据，信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的认定接纳，对信。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，安尼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。对信，亚伯比该阮献更较好的祭物互上帝。对这个信，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，接纳伊的祭物。虽然亚伯已经死，通过这个信，伊还得讲话。对信，以诺已经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到上帝遐，人无搁再看到伊，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。以诺无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。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。佮信伊会找求伊的人会当得到报赏。对神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见上帝的警告，存敬畏的心，做一只大船救伊的全家，
对这个神，伊定着世间人的罪，佮根据这个神，伊成做义的继承人。对神阿伯拉罕受调，得要去承受产业的地时，虽然毋知要去叨位，犹故伊有顺摊出去。对神伊囝骹伫应允的地，好若亲像点伫外国，甲做伙承受共应允的以撒、雅各带伫布片，因为伊期待上帝所设计甲起造迄个有地基的城。对神阿伯拉罕虽然已经老，撒拉嘛已经超过生产的年岁，伊还会当做老爸，因为确信应允伊的上帝是信实，所以通讲对一个得要死的人有生团子孙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，亲像海边的山算袂了。神就算掩着目睭嘛，愿意信任全新的军队，这毋是妄想，但是非常明白甲咱讲，所军队上帝必定会带领、保守、看顾，互咱一步一步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引带，然后来得到福气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。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至悬的所在，保护你。愿伊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锡安扶持你。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在，接纳你的烧化祭。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福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我要因为你的得胜唱歌，我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所求。当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成的天来应答你王，佮伊用伊的正手的溃烂，互伊大胜利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看靠上主，阮的上帝的名，因会太师倒落去。阮会太赢徛在在，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胜利，阮求叫的是求你应答。主爱的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过去一年的保守带领，讲求上帝赏赐阮坚定的相信。愿你诚心来军队，面对2026年未知的每一天，伫咧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Amen.